歡迎收睇65後慢活。心血來潮，想去之前一直已經 book mark 咗嘅大圍小館，打電話成功預約，一於一家人去品嘗傳統懷舊點心。要去元朗店，大家可以乘坐西鐵線至到朗屏站，再喺 D 出口步行3分鐘就可以到㗎啦。餐廳用餐時段分3個，第一輪要12點前交台，第二輪係12點到1點半，第三輪係1點半到3點半。今次我哋喺第3輪入座。等時入座之後，侍應先提供唔同口味嘅茶葉俾我哋選擇，我哋就揀咗5年雲南舊普洱同埋白牡丹。餐廳喺茶壺上面提供標注，方便記認，十分貼心。先睇下有咩點心前菜可以提供選擇，見到仲有數款午市粉麵飯，而粉麵飯嘅價錢都非常實惠。點心小菜都開始上台啦，先嚟嘅係椒絲腐乳長柄西蘭花。西蘭花翠綠鮮嫩，有少少椒絲點綴其中，腐乳醬汁均勻包裹，但係又唔會太重口味，呢一個我好中意啊。跟住就係期待已久嘅第一叉，已經燒好嘅叉燒會喺上台嘅時候，再由侍應塗上百花蜜醬，再即時用火槍燒一燒，增添香氣同埋更加焦香。叉燒表面油亮，色澤紅潤，邊緣微微焦香，肉質軟嫩多汁，肥瘦適中，入口即化。唔怪得知餐廳咁大膽，將佢叫做第一叉啦。跟住落嚟就係灌湯餃，仲要係鐵皮灌湯餃，而唔係湯汁餃啦。大大隻嘅灌湯餃放喺鐵片之上，餃子形狀飽滿，外皮薄而有韌性，一口咬落去，用上火腿同埋雞，熬足18個鐘頭嘅高湯爆開，非常鮮美，內餡豐富。平日成日食到嘅係 XO 醬炒腸粉，呢一度就係特別嘅馬拉盞炒腸粉。腸粉同埋馬拉盞醬料均勻混合，色澤油亮，香氣撲鼻。馬拉盞微辣，風味獨特。炸鮮蝦雲吞，外皮炸到金黃酥脆，形狀飽滿，內餡鮮蝦彈牙，點上甜酸醬，酸甜開胃。呢一個正常發揮啦。呢一度仲可以食到60、70年代嘅流行小食蝦子扎蹄。蝦子扎蹄係由素層腐皮包裹住蝦子製成嘅，用料雖然簡單，但係要將腐皮紮起嚟，非常考驗功夫。腐皮鋪上蝦子，切開嘅時候梅花間竹，層次分明，食嘅係回憶嘅味道。花菇吊柚鮮肉燒賣，燒賣上面分別鋪上花菇同埋切碎嘅吊柚，花菇香氣濃郁，吊柚香味十足。可惜我唔太中意肉質太結實嘅燒賣。薑蔥牛肉餃，餃子皮薄透亮，內餡飽滿隱約可見，牛肉鮮嫩多汁，薑蔥嘅辛香提升咗整體嘅風味。口感清爽唔漏，但係如果唔太中意芫茜嘅朋友就要小心啦。要一讚嘅係呢度可以選擇3色腸粉，三色腸粉包括海蝦腸粉、牛肉腸粉同埋鯪魚肉腸粉，一次過可以試晒3款口味，非常適合心多多嘅朋友。腸粉皮薄，包住彈牙嘅海蝦、牛肉同埋鯪魚肉，配上調味豉油，非常好味。特別嘅係鯪魚肉腸粉，鯪魚肉十分彈牙。第一次食到鯪魚肉腸粉，非常有驚喜。能夠可以食到點心牛骨髓嘅酒家，買少見少啦。好在仲可以喺大圍小館揾到沙爹牛骨髓，骨髓呈現乳白色，表面淋上濃郁嘅沙爹醬，色澤誘人。骨髓口感滑嫩，沙爹醬香濃微辣。跟住就係期待嘅流心煎糯米雞，侍應幫忙剪開，流心蛋黃緩緩流出，流心蛋黃增添濃郁嘅味道，內餡仲有大隻花菇增添口感。因為糯米雞煎過嘅關係，外邊金黃酥脆，中意煲仔飯焦香嘅朋友一定會好中意。麻蓉包，包嘅外皮雪白鬆軟，表面光滑，內餡飽滿，內餡麻蓉香甜細膩。第一次食嘅文昌雞卷飯，用上春卷皮包裹住雞肉同埋黃薑飯，米飯粒粒分明，配上青瓜解膩。可惜炸物始終比較油，見到油多到春卷皮都唔脆啦。甜品我哋就叫咗宮廷荷花酥，造型精緻，有如盛開嘅荷花，酥皮層層分明，酥皮入口即化，內餡香甜唔漏，帶有淡淡嘅冬瓜蓉香氣，適合中意精緻點心嘅朋友。埋單嘅時候，侍應主動問係咪有長者卡，原來持有長者卡嘅老友記係可以免茶錢嘅，多謝侍應提醒，值得一讚啊！今次5位品嘗咗13道點心同埋1碟蔬菜。連埋3位茶錢，大約110蚊，平均每位220。能夠食到傳統點心嘅地方越嚟越少，由經典嘅灌湯餃到精緻嘅宮廷荷花酥，每一道菜都充滿住驚喜同埋用心。如果你都中意呢啲懷舊點心，
不妨揾個時間嚟到大圍小館親自品嚐，感受一下呢度獨特嘅風味。今次嘅介紹就先到呢度。如果你中意呢條影片，請你收藏、點讚同埋訂閱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